已经是5G 的时代，你讲各咧使用3G 的手机啊。台湾彭一峰以日前一位查甫婴仔被谈嫁着，结果报表因为是旧手机啊，无法度卡119求助，造成耽误婴仔就医危险的消息。伫总理孙积极向市长请命，要求向中央反映。目前呢，我看咱超过100款以上手机啊，是无得拨打112电话的。估计咱全台湾目前有超过100万户，这个用户呢，唔知影讲伊即目前所使用的手机啊，是毋是会当卡这112电话，是无得拍的，这是非常严重代志呢。因为呢，也做手机的人一般是上了年纪人会中过嘛，是有得偏向呢，嘛，因为咱公司袂卡119还是110啊。就你要拍，毋过呢，拄了代志时阵要拍，结果拍袂到按赞啊。像我咱一般用的智慧型手机，拢感觉拢卡112电话拢无问题，但是有的有人，电我毋是毋知影讲现主是3G 的迄个系统已经停用嘛袂，但是至少我甲中央建议，讲是毋是即摆是请这电信公司全面补查因家己本身的即个。行动电话系统，不管3G、4G、5G， 有迄个无法度卡112电话的状况。议员表示，市面上100多种手机啊，照上久，包括101、119加112拢无法度卡。特别现在老人的手机啊，多数拢是只卡电话加电话而已。烦恼一旦需要紧急救援，要安怎？所以呼吁予老人加一定的保障，嘛提醒用户尽速进行手机啊体检。台南新闻，军籍张硕维采访报道。